小吉，你好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做得请教你，有關成日呢教育嘅問題麼？好啊，請問你有特別想要了解嘅部分麼？我來兒愛讀小學咧，考慮本地地武下詞學，我做得透過乜嘅方式了解相關知識呢？哇，您講竹愛論思考，子愛如思教，提早出來輔導詞學，當好。我讓你接過本教育局通識堂，請記得用電話讓你說明。請等一下。你好，我想問，請問係為你父母？汪小姐，你好，請問你係愛了解賦予學校形態信仰教育嘅部分麼？係啊，我嘅成日呢準備愛讀小學，請問我用辦申請地武下詞學呢？我到了下信仰教育嘅申請已經線上化，你做得啲名錄行簽到，台中市介念信仰教育申請落審查名，啲申請名站地背註冊賬號過後，你就做得開始撰寫申請計劃書，讓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嘅課程。小吉，是冇你詳細嘅說明？唔是客氣，還有乜嘅問題，歡迎你再過來詢問。什麼？